港住宅租金正式破頂，中原城市租金指數7月報128.14，超越2018年歷史高位，連升3個月，累計升幅達3.55%，同2023年低位比，租金已經飆升近20%。講幾個實例啦，鰂魚涌康怡花園單月急升超過8%，尺租去到40蚊；紅磡黃埔花園今年頭7個月累升11.59%，係升幅最勁嘅藍籌屋苑。連一向租金較平嘅天水圍嘉湖山莊累計都升咗7.89%，唯一例外係東涌映灣園，今年累計跌2.36%。內地專才同學生湧入，加上暑假家長客集中揾租盤，令市場競爭空前激烈。好多本地年輕家庭根本無力承擔優質單位嘅租金，只能夠選擇細面積、配套一般但係尺租更高嘅單位。相比之下，白表家庭其實有明顯優勢，可以申請新居屋，以市價7折入市，又可以用白居二買未補價二手居屋，每年有2次抽籤機會，40歲以下仲有額外1個號碼，中籤機會更高。以居屋2024為例，屯門兆湖苑350尺單位，售價大概210萬，做90%按揭，30年供款，每月供大約8487蚊。對比藍籌屋苑呢，沙田第一城同面積租金要15900蚊，就算嘉湖山莊都要9000蚊。換句話講，供樓其實已經抵過租樓喎。香港租金已經破頂，未來仲有上升壓力。白表家庭應該把握優勢，盡早申請居屋。租樓錢係幫人供樓，供樓錢就變成自己資產，機會係屬於有行動嘅人，唔好錯過。